伫这学期，也就是2021年9月到2022年1月，阮兜开放做台语共学团。一开始是为着已经上小学，却在家自学的阿女找囡仔伴，上时阁会使推说台语，真正是摸拉兼洗裤，一兼二顾。阮的目标是互所有参与的囡仔伫台语的环境中欢喜佚佗，运用台语来表达家己，以及认捌这个世界。所以，利用各种的科学试验，其中上受到欢迎的，就是徛伫纸杯仔顶面，感受力量的分散。另外，是看两壳扬起，这是利用酸会当甲物件扬起的原理，将两分别浸伫醋甲可乐内面，等一礼拜了后，观察发生甚么代志。对即群囡仔来讲，毋是为着台语来台语，是活伫台语即个语言空间里，徛伫纸杯仔顶面，超越大家对纸杯仔的想象。囡仔一开始先甲一个搁一个纸杯仔搭扁扁，当咱甲10几个杯仔踩伫涂骹，排做4x4的列阵，搁甲纸板放伫顶面，一站搁一站，成做纸杯仔制成的楼梯。囡仔就欢喜到哪叽叽叫，哪爬起哩，落尾变做比赛，看谁较勇敢，会使爬上悬。看两壳扬起的活动，有几个趣味的部分。第一，是用试剂来检验醋甲可乐的酸度。公用试剂会当用14种色来表明液体的 pH 的指数，来显出酸甲甜的程度。愈接近红色的，就是愈酸；愈接近紫色的，就是愈甜。中色是绿色的，黄色是微酸，蓝色是淡薄仔甜。因为是伫化学用品店买的，一摆爱买真多，所有的囡仔拢早一塔转去佚佗，互因认捌生活中各种物件的性质，譬如洗衫粉、湿蚊、喙烂、果汁，甚至尿也会使来试是酸还是甜。看试剂的色就知影 pH 的指数。囡仔看到试剂的变色，拢感觉真深刻。特别是因拢介意火山爆发的试验，就是甲醋倒伫重槽内底，因为化学的反应会产生真侪气态的 CO2， 不断冒出来，直到反应结束。囡仔拢一直话讲，搁一届搁一届，毋甘互即个佚佗的试验来结束。甲卵浸伫醋内底，经过一礼拜，卵壳拢总扬起，敢若像冷卵，摸起来软软，甜起来有淡薄仔 Q， 总是若甜伤大力，卵就会破去。另外，醋会因为卵清甲卵磷的渗透压较悬，醋会不断渗入卵内底，卵会愈来愈膨，终其尾会胀甲破去，浸伫可乐内底的卵壳会变薄，因为卵壳的成分甲喙齿类似，所以会使用这款的结果来提醒参与试验的大人甲囡仔，着好好来洗喙，毋通啉伤侪碳酸的凉水。无句讲科学好耍的试验，才会有
无句伫其中。